我自己喺屋企量血壓，又去睇醫生，先發覺我有高血壓同埋高膽固醇。醫生同我講，如果再遲啲嚟 check 嘅話，我就要做通波仔手術咗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Connie， 今年45歲，我係一名家庭主婦。我本身呢，喺2年前就開始有頭暈，有時胸悶，仲會暈到我咩都做唔到，成個人就好辛苦咁。後嚟我每日做家務嘅時候，拖地、煮飯都做唔到咗，我成個人一直暈。夜晚瞓覺嘅時候，我會一直醒，瞓得唔好，一時仲有胸悶，就好似心口俾石頭壓住，跟住就好難透氣。喺嗰段時間，我有試食過一啲降三高嘅保健品，但係就算我嘅血壓同埋膽固醇恢復正常咗，我嘅手腳一時都會覺得麻痹，一時仲有胸悶，完全解決唔到我嘅問題。後嚟同紅仔了解咗Omega魚油王，就買咗一個療程嚟嘗試。佢係採用3大專利成分，係專攻心血管嘅，所以可以有效清血管，提升血管彈性，從而改善症狀。我食咗大概3個月度，血壓同埋膽固醇都好穩定，重點係我嘅手腳麻痹同埋胸悶嘅情況都改善咗，朝早起身都好精神，夜晚都可以一覺瞓到天光。呢度真係好多謝紅仔細心嘅跟進服務，無論我遇到咩問題問佢嘅時候，佢都好專業嘅回答我，讓我真係好有信心繼續服用落去。我到依家都仲有每日食1粒當做保健，我都介紹咗好多朋友揾紅仔。如果你都想嘗試呢款Omega魚油王，真心推薦你哋可以揾紅仔，佢係一個真正負責人同細心嘅賣家。